你哋嘅腳踢綽號無情睇樓機，今日嚟到東區利和廣場附近咧，帶大家睇一套新規嘅住宅。嗱，單價咧先至1萬出頭嗰隻，首期16、17萬。當缺點樓下咧就有呢啲村屋啦，但係個視野都開揚嘅，唔算話擋住嘅。對面咧就係呢個利和廣場，行過去都好近嘅。大信新都會啦，同埋華發商都喺嗰邊，嗰邊就係石岐區嚟嘅。而樓下呢個曼谷廣場咧，唔係實華迪卡嗰個曼谷啊，就係一個小型嘅商場，衣食住行都好方便嘅。咁對面咧就係起緊嘅寫字樓嚟㗎，嚟入去睇下呢個格局。嗱，1萬出頭嘅單價，首期16、17萬，喺東區，仲要係呢啲專梯專戶。嗱，呢道門一關咧，全部嘅空間都係私家擁有㗎啦。嚟入嚟睇下呢個客廳嘅位置，連埋呢個廚房，哇！呢啲通透嘅感覺。真係好有競爭力啊！人哋買樓仲要有公攤，你買樓唔講咁多，入門口先送一間房俾你。哇！呢個發展商真係夠誠意啊！買3送1啊！露台望出去咧就係呢個山景，3間房咧同樣都可以望到呢個城景嘅喎。尤其是喺呢個廁所位，夜晚坐喺度 OK 啊，望住咁樣嘅夜景啊，係咪連益生菌都可以慳埋咧？住喺呢度咧，小朋友讀書都唔使接送啦。關鍵係咩啊？呢度嘅書包都係出類拔萃嘅。除咗華發商都大信新都會咧，你想行公園咧，隔離仲有孫文紀念公園同埋金鐘湖公園，隔離就係興中體育館，打波睇演唱會都非常方便。嗱，返香港又方便，價錢又抵玩。有興趣朋友咧，評論區3個6讓我睇樓。